我哋個保險咧就分咗3種嘅保險啦。第一種咧就係勞工保險，勞工保險咧多數咧就係你正式簽一份合約，同一間委派公司委派我啦，咁嚟去咧我係有買晒呢個勞工保險嘅，咁你就冇問題啦。咁但係依家咧成日都出現咗一啲嘢咧，就係連委派嗰間公司都冇買勞工保險。咁你哋咧就真係要留意下啦，同埋一個工程全險啦。工程全險咧英文叫 contractor all risk 啦，all risk 咧即係話包括埋任何咧風險程序啦，都係包埋嘅。第三個就係第三者意外保險。各位如果你係戶主，你係第一身，我委派我哋係第二身，再有一啲第三身嘅人或者第三身嘅財物喺你個裝修途中發生有問題咧，就係嗰個第三者保險賠㗎啦。嗰第三者保險咧就係會，譬如舉個例啊，你喺度裝修緊嘅時爆咗水喉，出去浸咗個 lift 嗰陣時咧，就第三者保險嚟去補咗佢啦。當你係喺做按揭買樓啦，佢會要求你做一個樓宇個保險，水險火險嚟嘅啫。嗰個燒咗層樓咧，你係必要買。其實佢主要係買個火險就冇其他。家居保險咧，包括埋你保你嘅裝修費啦。如果屋企裏邊唔見咗錢啊，或者係錶啊，或者係一啲財物嘅家居保險咯。contractor all risk 啊，第三者保險啊，包括勞工保險咧，都喺界定日咧係裝修交樓前嘅事咯。交樓後咧就係家居保險啦。第一樣嘢就留意安全，第二樣留意保險，第三樣嘢要留意有冇犯法例法規，唔好俾一啲錯嘅觀念害到自己啦。教主錦囊，記得點讚關注。